出-sí-sòaⁿ拄则伫溪畔，第一章有一个女子。台南市外一所在，古情真济，竹坡暗暗，不时树木青翠，百花上开。逐日poe-chiáu chng-lāi bān-bān，伫迄树顶ki-ki-kiuh-kiuh，poe-lâi-poe-khì。chhiū-nâ的无成通栽。ná-chún Sèng-chheh讲，挂菜大丛，poe-chiáu来歇伊的枝，因为Iû-thài的挂菜厝顶偌悬，为着鸟甲虫hiah-chē，就叫迄所在chiáu-chhêng-chng。Chng-lāi一仙Sam-lāu-iâ是庄人伫服侍，望保庇庄头。外围的新妇淑女也常常来遮烧香点火、烧金跋杯。庄外毋是田就是园，是一庄的人伫经营。庄内有一个女子，名叫志勤，肌骨斗达，骹手敏捷。迄年16岁，1887年，爸母夭伫地，小弟一个。老-pē khó Tek是大做事家，牛甲车逐项有，老母失明，小弟细汉，拢是志勤伫做老-pē帮赞。虽是幼稚，犹旧做工勤，骹手猛烈。每摆落园下只马，赢过男子多多。若上山带番薯，也是胜过妇女济济，大家哇哇叫。志勤是孝顺爸母的人，透早起来，若毋是上山帮赞老-pē耕农，便是牵因4-5只牛犅去饲，逐日是安尼。